阿肥哥哦，阿肥你做哦，做的上鸡肉嘅蛋白质料理，系哦系做乜哦。嘅料理？啊，今日啊，你就表了的，火腿玉米煎饼。哦，火腿玉米煎饼，看起来哈，就像早餐店会系咪嗰種火腿玉米嘅蛋餅？个蛋饼，蛋饼包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应该之前没有做过一次的这种啊，做蛋饼包对不对？因为前后是这样的高钙料理，今日要不要喏高蛋白质？高蛋白質。高蛋白質哈，你今日種到嘛條奶？哦，又係條奶哦。你係條奶咩牛奶咯？哦，看起來撈到係牛奶呢。แล้ว喏無糖嘅。無糖豆漿。糖豆漿，我哋係準備咗卵、麵粉，我哋就小盆，基本做這出菜哦，像我們開就生意呢吼，挺好吃的時間，沒好吃的玉米粒，火腿丁，最重要係嘛啦？芝麻。白芝麻，裡面有高有蛋白質的成分都一定會多好。繞豆哈，就講只有那個肉類才會有蛋白質，冇像豆咁樣嘅植物性沒有蛋白質。植物性青豆那個種子類哈，青豆做咩？按根本哦，準備一個麵包哈，按不要落大行，也本身沒有蛋白質。哦，你做用麵粉做的。哦，我讓天數嘛個。哦，那係亂打落來，準備一隻台灣工哈，亂來打落去度。你打的時候，我先來切麵包哈。好，麵包的切起嗰時，那鑊嘅哈，準備你平鑊嘅，火細細出後哈，你泡一下味，你麵包哈軟軟的，你煎過很硬身，它香啊。你要貼到下杯未哈？大家煎好餅哦，按餅個淡薄香。佢一啲都會餅嘛㗎？哦，餅啲嘅玉米粒落去，拿啲湯匙盤。入面去切係嘛？梗係切，先切細檔嘅，然後天數嘅啊，好，天數來，切啲細檔嘅，然後等下餅到攞地下度烘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麵包準備好來。愛用辣冇？愛用咩用太冇？老兩用米啊，包熟用到太細的做的。這樣差唔多哈，你會甜筒嘅哦，會甜筒嘅製作變過來，發啲動物啊，發啲笑臉。哦，小朋友挺好看的些。冇帶烏麻。哦，烏麻哦，變做屁股係啊。唔係，邊幾樣有咩啊？有沒有？雀斑嗎？雀斑啊。用咩用太冇？老兩用米係包熟，用到太細的做的。哦，你係用啲鑊嘅話，就配比較。老師講下煮菜哦，一懂講究。我用佢講啊，做嘛？喲，先生咧。啊，先生哦，學生嘅糖花真係先生嘅，學生唔糖花哦，你先生俾千難為你哦。好。咁咪？冇喲。哦，先生講哦，阿飛哥講哦，做咩編影片啊？啊，上課是上課，見編天章哦，睇學生嘅哦，很叫咩難啊？咪之前哦，學生嘅做，可以吸收嘅嘛，過去經驗嘛。係啊。做人脫離啦。除咗做人哦，係真嘅哦，係冇咁簡單嘅。也後生人哦，一改一3天啊。像你不講講生意啊，講是3天，他個像波浪，因為唔講佢是苦，唔可以是苦。咁樣，人家學生嘅讀好，讀到嘅當。我學生係怎麼做事嘅學生嘅？哎呀，咁樣全部編入去，唔算多，編一般嘅做。一般就好，哦。也一般留在做冷淡。裝起來。我嚟編啲用米粒，用啲包熟，包熟編啲。我根本係用輕哦。我根本拿到去壓嘅到誒，人家年紀差唔多20-60歲。啊，
差不多，咱们18岁了。哎，26年的刀哎，真的是有历史哦。哦，也用诶包束包束放落去，放落去吼。来，来先放啲面。面粉。面粉啊，黑不放冰哦，就等于讲先放面粉。哎。你要放面粉落去出。一粒。啊，错，古时候以前不用粒挑呢。来挑呢哦。唔系冇用挑呢，用牛奶做得嘛？没做得啦。啊，冇根本有蛋白质，挑呢的蛋白质爱上比牛奶好。哦，比牛奶好。哎呀，也好用路哦，就讲就讲来讲去，一下又讲牛奶好，一下又讲牛奶唔好，唔知都係食得也食唔得。牛奶本身哦，就來自動物的，一個烏卡血嘅牛，牛係講健康都冇問題。那個牛啊冇健康嘅時候，落去佢釋出嚟牛奶咪唔好。哦，慢慢配哦，啲麵包配比糟，配比酥酥嘅。做嘛成邊水分嘅東西吼，你一落去嘅個粉類啊，就唔會結粒嘅，唔會結粒嘅。你講成邊冇粉啫嘛，然後再邊水嘅時候，落下去硬，係唔會將邊粉，係唔會將見加水嘅時候，其實下個條件嘅粉出硬體，一粒嘅。所以你要先有水，慢慢的加粉嘅時候。哦，落盡嚟咯，落盡再慢慢見冰粉。你冰粉嘅時候，冇就同時撒落去，會攰粒嘅，結粒。唔知係渣嗬，按冰落去。唔該，你都發覺冇？按攪嘅時候清純。係啊，哦，冇就愛亂切米冰，唔過亂切米冰當然即係加緊用嘅濃稠度嗬。係啊，所以你慢慢看，像那樣嗬，慢慢比生米皮一樣。係啊，冇調硬身哦，調硬身食落去咪是個口感就冇按咬。好，差唔多咧。哦，做得嘛嗬，先塗做得，會唔會嗬？我哋白芝麻這樣來冰落去。哎呀，唔是調味哦。唔是。那調味要是鹹咩做得啊？哦，因為佢那個蝦母就係鹹咩嚇，蝦母有啲鹹。然後個包束又係甜嘅，故所以前唔試過。你要冰咩做得啊？冰啲染發嘅落去啊，你本身火腿就鹹。有鹹就唔是冰燙到嘅。冰燙到，等下你鹹咗有啲那個番茄醬。冰嗰個麵包淡薄，所以加有啲染粉。哦，係做得嚟。啊，準備啲鑊嘅嗬，冰啲油，啲嚟說哦，俾潤過一下，潤過一下，拿一種汁嗬來出來。我發現啦嗬，你阿飛哥蝦冇食油啊嗬。哦，我是清少嘅，清少嗬，是清少。可能煮出來全部先倒油，然後再熬油，然後出嚟。這個鑊嘅嗬，有潤過出做的。有潤過就做的。潤過出嗬。哎呀，有遠啦。有咧，有哈。這已經過嘅，按當都好。我來數起來，人家是做來的煎哈。就是同時煎一隻細嘅。你看小朋友做的就好吃的，當都好。呀，等下彈到個麵包蛋糕咪哈？啊，個麵包好嘛？麵包好咧。好啊，我來拿起來。好啊，夾起來。那就較精緻嘅一樣嘅西點嘅食法吼。這本就是啊，是漢堡。漢堡嘅做法哦，佢看起來叫做黐。好來，這樣差唔多哈，你會停通嘅哦，會停通嘅就做變過來。好來，哎呀，擦嘅就做得。擦就做得，要變成冰嘅哈，先變哈。一樣嘅感覺當中，有一樣嘅鬆餅啊，也係講銅鑼燒嘅一樣嘅感覺。哦，我今後一樣煎一啲餅，同我夾地位，同我來夾喺地位度哈。好嘞，呀，必煎嘅時間啊，準備啲番茄醬哈，種到中間哦。花淡薄哈，準備煎到嚟煎細孔嘅。
莫见到冲太空啦哈。呀，煎好的先搭出去，我干磨就这位蛮耐唔去。对啊。上次10度去啊，哦，那不用滴落去，不用滴落去哦，先不用滴迄个。而且你本身就鹹鹹的，所以你本身呢，頭前呢該做嘅配料數就唔是不用很多。哦，咁呢邊好嘛？哦，熟咯，喲，兩隻不用上來。先夾熟好兩樣東西，我泡佢天。對啊，佢除了卵，我其他嘅東西全部就會熟嘅啦，哈，就是嚟。所以條內沒熟嘅啊，玉米粒沒熟嘅，火腿片沒熟嘅。好，來。哦，還有背邊的小朋友看發的動物啊，發的笑臉。哦，是小朋友挺好看的，尤其動物卡通畫臉的呢。冇帶舞馬。哦，舞馬的哦。變做變屁股係啊。唔係，邊個有沒有啊？有沒有？雀斑啊！雀斑啊！做雀斑的。你看雀斑的老人斑呢，哎呀，好嘞，准备了出哈乡亲，那蛋白质料理哈，咱准备好咯。蛋白质料理了出哦，还是要想，蛋白质从来讲黄豆蛋白质清哦，按脑豆浆就是买落去。小朋友冇落其他咧，講到肉類嘅東西夾用下，冇加分嘅效果。所以我哋想想啊，火腿，如果西方人食早餐嘅時間，其實牛腩，總嘛食火腿，然後個培根，你下人裝就冇，然後亂下的機會夾用下，人裝就加分。我加分我就想，你下過去然後佢夾用下，豆腩。然後火腿用米料，生人都好食用包熟，夾強啊去煎啊，不用啲咧這個tomato醬，就係下晡就不用啲個麵包片，食起來又香，人讓又辣，所以我兩種元素哦，做嚟夾強啊煎在邊，做的生人好食的一種食餅嘅。火腿玉米煎餅，蝦母切細細角嘅。包熟蝦母、雞卵、豆腩攪拌勻，天天的加麵粉攪做粉漿，再加香麻鹽調味，煎到兩面擦擦，小胖學到兩面金黃色，再用玉米餅淋到tomato醬，安尼就做得嘞。